入晒閘啦，準備。一開閘嘅時候見到呢個天之月啊、長勝福星啊、天王啊三匹馬首先搶出，跟住有行運老友，然後就係得天獨厚啊、星運威龍啊、飛馬王子啊，留喺尾嘅咧就有木球之王同埋福將軍嘅，跑咗啦，大約係200米嘅路程啦。而家見到啦，天王啦係帶出嚟，前面有成個幾兩個馬位嘅，跟住有天之月啦，同埋呢個長勝福星守住2、3位，最後多少行運老友、星運威龍一對，跟住就得天獨厚啦，然後就係飛馬王子啊，跟住咧就係木球之王同埋福將軍啦，就喺個尾度嘅。開始轉馬房灣嘅時候，次序冇咩變化，仍然係天王喺前面啦，係咁放下展有成2個馬位嘅。跟住第2位嘅咧就有內欄嘅天之月啦，外檔有長勝福星，最後多少就係行運老友守住第4，跟住星運威龍啊吊住第5啦。然後就係得天獨厚守住第6，跟住咧就係飛馬王子，墮後咗嘅咧就係呢個木球之王同埋福將軍嘅。而家轉完馬房灣嘅時候啦，次序仍然係冇變化嘅。天王啦，係咁放下展有成個零2個馬位，跟住就係天之月咧同埋呢個長勝福星啊分佔係內外欄嘅。然後就係有呢個行運老友同埋星運威龍，最後多少係飛馬王子啊、得天獨厚啊、福將軍啊，包尾咧就係木球之王啊。去到對面直路中間咁滯㗎啦，仍然係天王喺前面咧，平均速度係咁放下，次序都冇咩變化，依然都係天之月啊同埋長勝福星係守住2、3位，最後多少啦？星運威龍上嗰啲，福將軍亦都外檔上，然後就係行運老友，跟住先見到飛馬王子啊、木球之王啊，然後就係墮後咗嘅呢隻得天獨厚，跑完對面直路咁滯㗎啦，天王仲係放下展有1個馬位、半個馬位嘅，而家見到呢隻長勝福星首先係衝過咗佢啦，跟住咧就係福將軍亦都係衝埋上嚟㗎啦，然後就係第4位嘅天之月啦，跟住有木球之王進佔第5位啊，然後就係星運威龍啊、行運老友啊，最後啲先至有呢個飛馬王子啊，包尾係得天獨厚嘅。去到轉翻中間嘅時候啦，見到呢個天王咧仲係貼欄咧，漸啲咁多㗎。而家外檔嘅福將軍啊同埋長勝福星啊，逐漸逼近佢㗎啦。跟住咧就係天之月啦、木球之王啊，然後行運老友咁樣。一轉正入直路嘅時候啦，見到仲有福將軍鬥緊天王嘅，然後就係有呢個埋欄天之月上啊，外檔亦都有呢個木球之王啊，中檔亦都有長勝福星、行運老友，而家係殺緊上嚟㗎。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，見到福將軍咧佔先少少，係見到行運老友啊同埋木球之王啊殺緊上嚟，跟住天之月啊咁樣㗎。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見到啊呢個外檔嘅木球之王啊衝上嚟啊，鬥緊啊呢個福將軍啊同埋行運老友啊，咁啊天王咁樣㗎啦。去到終點在望嘅時候，福將軍啊同埋呢個係木球之王啊兩級馬叮當馬頭3分鐘點嘅就係木球之王、福將軍影相，第3名係行運老友。一場拼搏得相當激烈嘅賽事啊！5匹馬喺直路上面咧相差好近嘅啫。木球之王咧外檔追呢隻福將軍，行運老友咧鬥下鬥下都開始冇乜滯啦，韌力唔夠啦。木球之王喺外檔耍開大步，內閃嘅情況都唔算話好強烈。同呢隻福將軍咧叮當馬頭，一人一步過終點。木球之王、福將軍。然後就係行運老友。